呢，那现在今年过一年才1年呢，人家就抓住野我，不是活了我，这靠我呢，你票回来就有弄我别了，我让你活过我，我就为了啥用？他说呢，吃过锅里我弄入去呢，抓住我现在你给我要给我就光，要给我在那来，我给来就光，我说你来哈，我可觉得。没很少有我回家来，别这个做，但是呢，我就说我，是吧？没有我就说嘛。吃过苦的我么？你这个年龄来的。我也这个哪多？吃过苦的我么呗？吃过苦，我真的，因为我现在抽过，我再抽他年，那你就有钱真的。我铺。我拿米那个拿。这就跟我家铺转拿米种。我给咱呢，弄给来人看。我来俺拉呢。你那是的，你有时候有怕的是吧？你那位在教育问题啊？你要问你那位9年了，我联系我就问你我好呢。我走。给现在大部分就对了，来别找点比小白嘛，一得个。这个吃材料有的是。那这次呢，起码得行了，大门呢。我没行。做么？不过这一切的，没多的口嘛。而且我说我过很有期望。不过这么着，人弄的我是过不回去。我这是。什么？手里你都干起我妈妈那的利息，你要我妈来讲的个的，提醒我去干起我来干起那个，干起就那个我来。骗你啊！搞的了，没骗我。我来，别给我呢，乖，搞我回家等啊。有没老人我就没骗。我来。我永远不介意。